啊，过一个月就是中秋节咯。台湾菜馆推出着中秋奖金加码的新生法，那奖金来加倍，阁有100组的100万的加码。也毋过有人真幸运哦，也未到中秋就先来中大奖咯。将这个大乐透的头彩，一个人独得开伫个台中，彩金是1亿3000万。 听到这个炮声，就知讲有人中大奖啊！这摆好运的人是伫台中，一个人得到1亿3000万大乐透的奖金。啊，若未中奖的人，即马注意点。满月的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呈现，那也非常适合这个当贺卡、当明信片。 中秋，亲戚朋友行吧联络感情，台菜嘛推出中秋的刮刮乐，高水的土啊、月饼加行吧元素，拢总有加入设计内面。9月15到10月16，要有100组100万的加码，另外还会加开奖金的倍数球，奖金有机会1倍变3倍。奖金倍数球，有3倍、有2倍、有1倍。如果是开出3倍，事实上100万的奖金，最高就可以到300万。 当然，买彩券无保证会中奖，在新年会照顾什么人，无人知。提醒乡亲，买彩券的时爱小准则一个。